台东的公东高工，也有育人高中，另外是嘉义市的丰仁兴华中学，这4间私立学校，今嘛是获教育部宣布改读全府学校的身份。其中公东高工是透过卖土地，也有大家来寄付，才化解债务的危机。今仔日个特别召开记者会，感谢社会大众，嘛表示因未来会阁提升对学生的培养甲教育。 学生真流利的操作机器切木材，创校60几栋，互看做木工摇篮的台东公东高工，透过卖校地捐款等，初7改读全府身份。校方初8开记者会，感谢外界的爱心，嘛说明未来的规划。就业在家学习，这个其实对学生是一个很好的生涯规划啊。这个是我们配合教育部就是产学携手2.0的计划啊，这个对学生的学习跟就业是一个非常大的保障。 公东高工去年来做全府学校的时阵，风真烦恼，万一关校，会影响偏乡技职教育的发展，甲在地学生技术的培养。即马危机解除，互老师甲学生拢松一口气。 毋那公东高工初7改读全府身份的，分别有111年历入来的丰仁中学、育人高中，甲去年历入来的新华中学。公东高工伫债务困境解除了后，变做第一波对退场条例脱困的私校。 本来丰仁对于课程自我要求是非常的高了，师资我们也绝对是把合格教师率提高到最好是100%这样，教学设备要与时俱进所以我们都积极来改善。同款伫嘉义的新华中学嘛，因为新董事会出资金了后化解危机，4校除了强化财务结构，嘛对师资、教学环境做提升。新华甲丰仁更针对嘉义的高科技产业设计课程，要伫少子化的冲击当中冲破困境。记者台东嘉义报道。